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主嘅話係我嘅智慧和力量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歌羅西書1章28節，我們傳揚他，是用諸般的智慧，勸誡各人，教導各人，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小故事就講到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，英國嘅首相丘吉爾，和德國嘅獨裁者希特勒開會，佢哋兩隻人在花園中散步，就來到一隻水池邊。丘吉爾突然間就提議兩隻人來打賭，看哪下能夠唔使用釣魚嘅工具，就將水池中嘅魚捉出來。希特勒就心諗，也就很容易，即刻佢就掹出佢嘅手槍，向近水池度嘅生魚撒去機槍，可惜冇一槍射中。希特勒只好無奈嘅講：我放棄啦，看嘢嘅吧。只見丘吉爾就從佢嘅後腿度撿出一隻匙羹來，就將水池中嘅水一匙羹一匙羹嘅舀到枸杞度。希特勒大聲嘅喊話：也得愛電到幾時哦！丘吉爾就笑嘻嘻嘅回答話：也則方法雖然係慢去一啲，但係最後嘅勝利係屬於我嘅。我哋嚟默想，有啲方法似乎係有效，但係到頭來還係徒勞無功。有啲方法看起來好笨拙，但係一定能夠成功。傳福音可以使用好多嘅方式，但係求主賜下耐心、堅持、然後禱告到底，主就必定會成就奇事。我哋一齊嚟禱告。至高全能嘅天父上帝，你行事奇妙，並唔按照人嘅思想和方法。好多時候，我哋自以為聰明，結果就徒勞無功。祈求天父幫助我哋，多禱告來尋求你嘅智慧和知識，在傳福音嘅事上，依靠主賜俾我哋嘅耐心和愛心，帶領人歸向你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